到銀杏館呢度食呢個晚餐咧，真係好開心同埋好感動，而且個個侍應真係長者嚟，超過60歲，佢哋仲有咁嘅恒心、咁嘅能力去為工作而生活，係值得我哋敬佩。所以我希望年輕人咧聽我説話，唔好懶，一定要努力。生活咧同埋美好嘅將來咧，唔係人哋俾你嘅，係靠你自己雙手創。讀書嘅又要俾心機讀，讀到書就係你嘅財富，冇人搶得你嘅。金錢你可以使咗佢但係學識咧永遠係你自己嘅。所以我希望年輕人而家有工作，就算份工作好低微或者薪水好少係唔緊要，你要攞經驗啊嘛。所以係點都好，一定少少工作都要用心俾心機做，好似我以前做戲一樣。雖然我出去講一句對白咧，我都好用心去諗下呢句對白要點講。成功唔係僥倖嘅，一定靠自己努力。希望年輕人聽我說，努力努力。